坐電車食龍躉，老香港回憶殺入茶餐廳。上個禮拜先啱啱開幕嘅金牌老香港茶餐廳，位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裏面，佔地有成5000幾尺噶，打正港式茶記旗號。門口有一個30-40年代嘅交通警間亭，相信連大部分香港人都未見過啊！呢度嘅招牌奶茶係主打之一，師傅話你用咗2種茶葉同特定比例嘅泡茶膽，多次嘗試之後先得出秘方嘅，難怪飲落極濃茶香味啦。水吧上面掛滿咗大型招牌，模仿香港嘅街道，有冇覺得唔少都熟口熟面呢？喺餐廳正中間有一張高台，以香港電車為藍本嘅，望落去的確幾特別，幾有風味喎。一玩就玩到盡，連收銀都要扮錢莊啊！皇后碼頭都有，冇錯啦，下面更加有2條哇啦哇啦對正外面商場嘅運河，邊食邊騰嚟坐艇仔，非常特別啊！食物方面呢，老香港公士撈丁係必食之一，除咗牛扒雞扒煎得恰到好處，更加抌本用咗原隻大椒蓉鮑魚片，係極之好嘅平民菜式啊！龍躉炒河用咗原條龍躉切片炒球，食落鮮味多肉，味道濃香得嚟又唔覺得油膩，非一般茶餐廳可以食到啊！